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出世，一日仔的生命，吊伫老母的生囝底，靠一条幼的大财大，使母体的养分。一暝大几日啊，大甲老母大肚，顺月无爱搁带生囝地。装出来世间，老母拼命出力爱爸叫我，生过手加酒芳，生未过手四片棒。人生在世呢，哪迷茫？咱来出世里无半项，父母车养大足重，袂晓友好，正人。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61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带来《出世》。上日起，咱邀请萧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咱人出世，咱讲出世，我尽管是讲出世，嘛尽管是听出世。不过我即摆拢听台湾人讲出生。感觉足应该会叫，这出世，像咱台语古早就拢安尼用，无人咧讲出生啦，吼。一日仔的性命，咱知影迄个体大死一点尔，一丝丝啦，一日仔尔，吊伫老母的生囝地，生囝地即摆遐讲嘛足少啊，做人讲子宫啊，做人讲子宫啊，其实咱台语讲生囝地嘛真水吼。靠一条幼的大财大，迄个胃、迄个体，甲老母的生命结连，就是靠一条大财大。迄条大财大，咧使母体的养分。一暝大几日啊，大甲老母大肚，就是看会到啊，就是看会到吼。顺月无爱搁带生囝地，顺月就是要生啦，吼。要装出来世间，迄个囡仔要装出来，我用装，感觉较有力啦吼。老母拼命出力爱爸叫母。咱老爸看见查某人生囝吼，讲无啥事，真可怜吼。爱甲俗语讲，生会过手加酒芳，生未过手四片棒。这个讲较早生囝生到尾生了过身去。这款的情形袂少，较早的医疗较无遐尔发达吼，所以讲生过手就加酒芳，就有满样加酒通食。若生未过手咧，足歹势，四片棒啊，甲你顶咧，凊彩呆呆咧。对出世写甲饲囝饲大甲友好父母这是。我拢有看到，有想到，才来写。我就是看到电视讲报迄个后生，抬阿嬷也有啦，抬老爸也有啦，抬老母也有啦。当然这怨叹啥人，到底是社会造成，还是父母造成，还是教育造成，咱毋知。我本来要去写较长，要倒问，是有这款代志出现，还是讲留一寡互读的人家会想。歌仙咧念歌，因会伫迄个七字中间加一寡语词落，是讲人生在世呢，哪迷茫其实主要是七字。用套条来讲，
人生在世的那迷茫，迷茫，啊，你用这款来套调吼。咱来出世，你无半项，半项，啊，这款的方法，啊，我当然是要用这个方法来试验台语诗的滋味啦，吼。数，腔口草有人讲数，有人讲数。咱做数讲袂使用啊，我用数讲来讲，可能你就知影数的意思啊，哈。啊，所以这个数是一种嘴的动作，啊，嘴的动作当然是用口字边无问题。这个数要用口字边也会使，啊，要用欠字边也会使。这个欠甲口，伫汉字来讲是同款意思的符号。这个欠字吼，下骹是一个人，啊，顶悬就是下气、竖气的迄个形，啊，到开体所看无啦吼。所以就讲人咧竖气，也是咧下气，也是咧分开的迄个形，用欠字。啊，过来缩，缩就是有迄个竖的音啦。所以这个竖，啊，汉字是倒边用约束的束，正边用欠，也是讲倒边用口字边，正边用约束的束。拢会使，啊，不过做咱是拄开始的时候，尽量统一，较袂火气啦吼。壮，这个饲仔壮足够壮，这个囡仔足够壮，咱伫社会走壮，这个壮是对伫后壁安尼走足紧的，所以这个壮字，我是用走字边，较有部是用徛人边吼。我感觉走字口有迄个壮的意思，正边是声音的符号。咱知影两个人伫古早的字是，一个人对伫一个人后壁，对伫后壁创啥六，所以壮了有六个意思，就讲壮钱，这个壮毋是干那走壮尔。萧丁春老师伫这首诗内底，有来运用到一寡过去的台语名词，也佫有俗语。选入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为咱讲解。这首诗吼，我要强调的就是讲，萧老师是对台语足有研究的一个人，伊对台湾的俗语、对歌仔册各方面拢足有研究的。爱就将伊的研究迄部分扣一点就甲放咱遮，互读伊这诗的人对台语的语文有一个较深入的一个理解，安尼得到。像伊安尼讲一儿仔的性命吊伫老母的生囝地，你遮嘛写吊伫老母的子宫，嘛会使哩啊。问题就是讲，安尼迄文学的美感就无去啊。伊遮是讲吊伫老母的生囝地，迄地吊伫遐。你讲子宫吊伫遐，迄就无水啊。即迄叫做生囝地，你吊伫迄个所在，这规个迄个形象都拢真清楚，安尼就对了即摆过来就是啥？这个顺月，这个顺月的时阵这是较台湾一个应该真水的一个讲法。你用华语讲就是临盆，就是讲已经囡仔生落来，已经来到这个听我甲洗身躯的迄个子孙汤咱较早咧嫁出来时有炸迄个子孙汤，生落来伫这子孙汤你开始用烧水咧甲洗嘛迄就是临盆，迄华语是安尼来的。咱台语无咧讲临盆，伊就是讲顺月。顺月什么意思？你若生无落来时，都无顺月啊。所以迄顺月一定是生有落来，才有顺嘛，所以伊用过顺月，这个就表示过去的生囡仔的时阵所拄着危险足多的，所以顺月是生囡仔到上尾这个坎站的时阵上大的愿望。即摆过来就是啥？伊用过一寡台湾的俗语，生会过手。就加手芳，生未过手就四片棒。加手芳当然做过来嘛，迄大家拢知影。生未过手，
迄个四片帮，就是讲观察的意思。用这个方式来描写讲，出世的时阵，囡仔甲老母拢同款，有当时啊，就过手就生；有当时啊，未过手啊，就是死。迄是生死交接的迄个所在，非常的紧张的一个时阵就对了吼。人生在世呢，哪迷茫？咱来出世里无半项，父母车养大足重，袂晓友好，毋正人。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凌春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讲解自然文史，赵文启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